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。今天我们透过镜头要带您到台中东市，一块来看看东市区的图书馆，因为它是全台湾第一座采用客家圆楼意象的公立图书馆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个图书馆不但是建筑传承先人智慧，在馆内也利用了圆弧造型设计开放式的空间。而为了要传承文化，周末在这里还多了说故事时间，就把客语加进了故事里，小朋友们从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学会说客家话。空间很舒适，设计很新颖。这里是台中东市区图书馆，仿照国外知名的博物馆，采用开放空间，重视采光也重视修葺，而阅读空间全是圆弧形，连外观都是圆柱状。这是台中东市区的公立图书馆，花了600万元重新改建之后，成为全台湾第一个采用客家圆楼意象的图书馆，希望保留客家先人建造圆楼的智慧。那我们这次空间改造是因为内部空间很多的空间都浪费了，那我们希望说，让它能够更符合客家圆楼的意象，所以这次设计师他们就会以客家圆楼的那个内部的理念去设计，去重新配置空间。不止建筑有浓浓的客家味，有部分的书籍也很有客家风，从风俗民情到历史渊源都有，要让到访的民众也能了解客家文化。就是说，它还是我们基本的馆藏采购的方向，我们也是会定期采购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客家庄嘛，那所以我们也是有成立一些客家的读物。所以说啊，狸猫最讨厌了啦。为了让小朋友从小养成阅读习惯，周末还多了说故事时间。兔子先生，来吧，你就把狸猫交给我吧，我帮你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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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小朋友光着脚丫听故事，在轻松的氛围下，跟着志工妈妈的节奏，走进童话世界。怕浪费的奶奶哦！啊，诶，在家里是跟阿公阿妈一起住的举手。一问一答，客家志工妈妈说学逗唱很有一套，让小朋友听得入神。这些东西也是阿妈弄同人讲，啊是枪毙了哟，系嘛？莫碰上流氓的嘿哦，系嘛？有嘛？小朋友不但会听，也能说上几句客家话，用轻松的小故事，让小朋友可以了解客家精神，也能学习客语。今天的小朋友他听客语的能力很强，所以说把它放进去，我觉得很 OK 啊。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是客家庄，其实那个应该是说互动啊，就会比较就觉得蛮轻松愉快的。不止小朋友，连爸妈都很期待到图书馆来，因为这里不但可以增加亲子互动，让小朋友爱上阅读，也能让传承客家文化的种子在这里萌芽。客家圆楼外形撑起客家文化传承的平台，客家语言环境搭起客家精神展演的空间。台中东市的图书馆里，客家氛围鲜活，一走进拥抱感动时刻。